專家教你搶靚位，世盃單車賽撐港將爭金。世界盃場地單車賽禮拜5開始，一連3日喺將軍澳單車館舉行。比賽場地得3000個位，以先到先得形式買飛入座。想霸靚位撐自己人，梗係要專家教路啦。揀位嘅話咧，大家一入到嚟，當然最想揀嘅就係起終點線啦。起終點線啲選手一般咧都會喺嗰度衝線，所以一般嘅氣氛都比較高漲啲。霸唔到位嘅車迷都唔使灰心，可以坐靠近第3同4號彎嘅位。通常車手過人同埋最高速都會喺呢2個彎位發生㗎。其實咧，好似我哋而家咁樣企喺個彎度頂咧，咁樣影落去咧，其實係比較立體感強啲，同埋你可以影晒成隻鑊嘅。如果想影車手衝線嘅表情，就一定要去1號彎啦。兩邊看台彎道頂仲有熒幕，話唔定會捕捉到車手嘅正面添。今次係香港第1次主辦世界盃，開心嘅梗係唔少得佢啦。哇！興奮啊！即係好興奮到好似係紙包唔住火咁樣。因為平時去開第2度㗎嘛世界盃，咁但係可以喺自己一個熟悉嘅地方去進行呢個咁即係比較高級嘅比賽，所以會興奮好多咯。上年喺哥倫比亞世盃拎到牌嘅樂仔，會出戰記分賽同埋捕捉賽，2個賽事都喺禮拜5進行，記得早啲入場霸位撐自己人啦！